大家好，歡迎返到嚟奇遇科幻迷。上一條講揭密日嘅片反應好好，始終真係最近嘅熱門話題。又或者大家中意聽啲大製作嘅電影，我都會盡量講衛斯理之外，加插多啲其他有趣嘅科幻故事。今日我要講嘅係衛斯理系列入面一個好合適拍電影嘅故事。小說入邊有兩個場面，倪匡先生寫到好似寫電影劇本咁。大家都知倪匡先生都係一位著名嘅電影編劇，佢寫嘅劇本多到不得了，起碼超過200個，而且唔同嘅題材都有。不過今日介紹嘅呢個故事，相信係礙於以前電影特效技術未係咁成熟，拍唔出倪匡先生心目中嘅嗰種科幻感，所以一直都冇拍成電影。呢個故事就叫做魔池，舊版叫石林。呢個故事科幻元素唔算強，但絕對係一個緊張嘅冒險故事。故事一開始就充滿懸疑，3位國際知名科學家應邀嚟到遠東，主持一個新落成博物館嘅開幕儀式。其中一位齊博士仲帶住一件神秘古物作為送俾博物館嘅禮物。據講呢件古物有強大嘅力量，已經引起咗某國特務機構嘅注意。衛斯理作為博物館嘅嘉賓喺廣場等緊呢3位貴賓，點知突然傳出飛機失事嘅消息。佢哋搭嘅飛機喺海上墜毀，沉入海底。奇怪係當時天氣好好，飛機冇任何機械故障，點解會突然墜毀？呢件事即刻引起各方勢力嘅注意，包括警方、特務，仲有一班海盜。呢度就引出咗故事嘅關鍵反派——海盜柯克船長。柯克船長係一個極具魅力但又極之危險性嘅角色，佢每佔盡上風，令年輕嘅衛斯理一度氣餒，差啲想放棄追查魔池嘅秘密。柯克船長係反社會嘅黑暗英雄，充滿冒險精神同野心。我哋繼續故事。一位打撈公司嘅老闆陳子駒同潛水專家方廷寶深夜去到衛斯理屋企，邀請佢加入搜尋行動。衛斯理起初對佢哋有啲懷疑，但基於好奇同對神秘事件嘅興趣，最終同意加入。警方用雷達同聲納去搜索墜機海域，但就一無所獲。衛斯理同方廷寶用潛艇潛入深海，見到原來海底有隻巨型烏賊陣守住飛機嘅殘骸，阻擋晒所有嘅探測信號。一隻巨型烏賊身體大到能夠完全覆蓋一架飛機，擁有一對直徑約2尺嘅幽綠色眼睛，觸鬚至少100公尺長，輕輕一揮就破壞咗潛艇。衛斯理為咗要維修潛艇，更要喺水入面對住呢隻大怪物，佢仲差啲成為咗怪物嘅點心添。最後需要動用4架飛機，投咗幾個深水炸彈嚟炸死咗呢隻大烏賊。佢臨死前仲不斷掙扎翻動，間中睇到佢嘅巨大觸鬚露出海面，又瞬間消失。啲海水好似煲滾咗咁，好多氣泡升上嚟，而升高嘅水柱幾乎全部係烏黑色嘅，情景非常壯觀。大家試幻想一下呢個場景，如果要嚟拍電影，係幾咁震撼。巨型烏賊炸死咗，衛斯理佢哋先可以接近到目標，就係一個裝住神秘圓球嘅木盒。呢個圓球係嚟自雲南嘅石林，估計係超古代文明遺物，一直被鑲嵌喺岩石入面，後來先至被發掘出嚟。故事中段充滿追逐同埋衝突，方廷寶被殺死咗，衛斯理一度被警方懷疑，而柯克船長同特務各方勢力明爭暗鬥。衛斯理雖然機智過人，但喺呢次事件入面，面對住柯克船長嘅狡猾同強大資源，多次處於下風。衛斯理都曾經諗過要放棄。呢種英雄遇上強敵嘅設定，令故事張力十足。到最後，柯克船長挾持衛斯理一齊喺遊艇上面用機器鋸開圓球。呢一刻就係故事另一個可以拍電影嘅震撼場面。柯克船長鋸開圓球入面嘅魔池就出現咗，以極高嘅速度彈出嚟，船艙內嘅金屬物品全部飛起晒，一大嚿金屬跟破牆飛咗入船艙內，船上嘅不鏽鋼欄杆亦都扭曲晒，更有船員被飛起嘅鐵器擊中而慘叫。當衛斯理同柯克船長跳咗落海逃生之後，見到成隻船被一股睇唔到嘅巨大力量擠壓，木片都飛晒上半空，
船身慢慢縮埋一嚿，再沉落海底。呢個圓球外面原本係有一層灰色嘅金屬絕緣層，入面係一個細細粒嘅金屬球，而呢個金屬球釋放出嚟嘅磁力係大得驚人，大到成隻船俾佢吸到變成一嚿爛鐵咁，再被吸咗落水底之後，就連呢嚿爛鐵都被磁化埋，成為咗一嚿大磁鐵。而呢嚿大磁鐵因為磁力太勁，被地心入面嘅磁場吸引咗，所以成嚿巨型磁鐵就一直咁吸咗入去地心之內。衛斯理同柯克船長後尾被人救起咗，柯克船長被捉住咗，故事就完結。倪匡先生喺故事入面大談磁力嘅潛力。地球本身就係一個巨大磁場，磁力係靜態，永恆存在，用之不盡。相比核能、太陽能，磁力更可靠。故事假設，如果人類掌握磁性材料嘅技術，可以製造磁力汽車、磁力水泵，甚至改變人類生活方式。衛斯理估計呢個圓球可能係外星人遺留，或者係超古代文明嘅產物，用嚟作為星際航行嘅動力來源。另外，倪匡先生喺1971年寫呢個故事嘅時候，佢去咗做一啲資料搜集，揾到一個好特別嘅資料，發現咗美國有一個大學物理學教授利用磁力嘅原理，發明咗一個姆羅船長嘅潛水艇。呢艘潛水艇就係利用磁力相吸同相斥嘅原理，令佢同海水產生排斥力。因為海水本身係電解質，電可以產生磁場，所以就可以局部構成跟潛水艇互相排斥嘅力，潛水艇就可以行駛。倪匡先生喺1971年可以揾到呢啲資料，其實真係好勁。當時未有互聯網，要揾資料一啲都唔容易，真心佩服。最後都想再講，衛斯理嘅故事喺以往都曾經有被拍成一啲電影或電視劇，但唔算好多，記得嘅真係寥寥可數。只記得電視劇就有羅嘉良做過衛斯理，電影就已經係好耐好耐之前。許冠傑拍過衛斯理傳奇，仲有劉德華都做過衛斯理，嗰套係關之琳做藍血人，其他真心唔記得。而呢啲電影同電視當中，亦缺乏令人滿意嘅作品。好大部分原因係由於劇情有太大改動，而且亦都係好似我開始時咁講，當時嘅特效拍攝未有能力拍出倪匡先生嘅想象力。試諗下，如果當年有人想拍呢個魔池嘅故事，要拍到巨型烏賊同埋隻船被磁力壓到縮埋一嚿，啲金屬物件全部飛嚟飛去，應該都幾難拍得精彩。但而家嘅電腦特技應該可以拍出任何嘅場面，只要肯投放資源。對電影人嚟講，衛斯理當中真係有好多題材值得採用，不過就有另一個困難，就係要揾啱人選做衛斯理同白素。你哋有冇諗到邊個人適合飾演呢兩個角色？不妨留言傾下。如果你喜歡我哋嘅 channel， 請記得 like、share 同訂閱。多謝收聽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